1960年到1970年初，蒙古、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的地质学者在鄂尔浑省鄂尔登特山周边发现大规模埋藏的黄铜墓。经勘查，这里蕴藏着储量约为10亿吨的铜木矿，并最先由蒙捷专家发现。随着蒙苏4期开发工程的完成，现已建成年开采矿石3200万吨，铜精粉60万吨，木精粉5000吨的自动化铜木矿企业，并进入世界10大铜木矿联合企业之列。全部矿石运往俄罗斯，其中铜向俄罗斯、中国、日本、朝鲜、德国、英国等国出口。1976年，随着鄂尔登特山周边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率急剧升高，于是成立鄂尔登特市。1994年，由于鄂尔登特市扩大了边境线的范围，因此设立了鄂尔浑省。鄂尔浑省位于布尔干省东北部的色楞格河畔，海拔1200米，在乌兰巴托市西北371公里处，人口104412人，面积84400平方公里，其中50200平方公里为农产地，25100平方公里为市区，24700平方公里为林区。蒙古国鄂尔浑省位于色楞格河畔，在布尔干省、色楞格省中间，冬夏平均温度为零下20度至零上30度。鄂尔浑省设有1市2县，即鄂尔登特市和热尔嘎兰特县、巴彦温都尔县，共有25个管区，28600户，其中总人口的63.9%为青年人。鄂尔浑省是蒙古国铁路线最西部的终点站，有发展经济贸易的独特环境，有着从事旅游、文化、艺术、体育的20多家专业单位，并具备相关配套设施。鄂尔浑省共有各种公司企业5000多家，其中最大的是鄂尔登特铜矿厂、鄂尔登特地毯厂、蒙美合资的铜厂、阿契特俄河铜厂等。如今，我省已与世界上9个国家的13个城市建立了兄弟城市关系，并且在各个领域期待和更多的城市不断发展、合作、交流。